往事只能回味是一首充满怀旧气息的经典老歌，由林煌坤作词，尤家昌作曲，最初由尤雅演唱。这首歌曲自问世以来，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广泛的共鸣，它不仅传唱至今，也深深植入几代人心中，成为不可磨灭的时代印记。歌词描绘了一段青涩年少时的纯真爱情，那些同桌共读的时光，那些朦胧悸动的少年情愫，如今都已随岁月远去，只能在记忆中轻轻回味。林煌坤以极其朴实的语言，勾勒出一个时代独有的纯粹与温柔。他没有使用复杂的词藻，而是用最贴近人心的方式，将青春的美好与失落娓娓道来。整首歌词充满画面感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书香盈溢、蝉声阵阵的午后，仰望窗外的天空，心中泛起年少的幻想与悸动。刘家昌的作曲功力体现在旋律的流畅与情感的层层递进，他将旋律处理得温婉细腻，旋律缓缓推进，如水般流动却又不失力量感。特别是副歌部分的旋律上扬，仿佛情绪在瞬间释放，却又在最后一句缓缓落下，像是在告诉听众，美好的事物终将成为回忆，而我们只能在梦中与之重逢。这种处理让整首歌更具抒情性，也更容易引起听众的情感共鸣。尤雅的演唱为这首作品赋予了灵魂，她的嗓音清澈柔美，略带稚气却不失真挚。在她的诠释下，这首歌听来像是一位少女在低声述说自己的一段旧梦，没有过多技巧的炫耀，却有一种天然的感染力。她唱的不是一段普通的爱情故事，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情感记忆。正因为如此，原版往事只能回味，拥有一种难以复制的原始美感。这首歌诞生于1970年代，当时的台湾社会正经历快速现代化的过程，城市化、工业化的浪潮使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。人们在向前奔跑的同时，也不免对旧日的宁静与单纯产生强烈的眷恋。这首歌正是在这样一种情绪背景下应运而生，既是对个人青春的缅怀，也是对整个社会过去美好生活状态的追忆。歌词中的情境不只是爱情的怀旧，更是一种对岁月、对人生纯净状态的无限向往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。这句副歌简短有力，道尽世间无常与人心的柔软。它所传达的情绪是普遍性的，无论是少年、青年还是步入中年的人，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投影。对过去的感怀，往往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审视和对未来的一种提醒。此曲在后来的几十年中被众多知名歌手翻唱，如蔡琴、邓丽君、刘文正、齐秦等，每位歌者的版本各具风格。蔡琴的深省温婉赋予歌曲一种成熟与从容，邓丽君的亲密细腻则呈现出含蓄而深情的味道。这些不同的演绎让往事只能回味，在不同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，也让它从一首普通的情歌升华为文化的象征，成为华语世界集体回忆的重要载体。这首歌的旋律常出现在各种影视作品、纪念活动，甚至是晚年回忆录式的纪录片中。它不只是流行音乐作品，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，象征着对过往岁月的珍惜与尊重。在这首歌中所体现的温柔、纯真与失落，并不因时代的变迁而褪色，反而在岁月的打磨中愈发显得真实动人。往事只能回味的感染力来自于它所承载的情感，那是一种对过往纯洁年代的深深缅怀，也是一种人生经验沉淀后的自我对话。当旋律响起，过去的场景浮现在眼前，歌声中的情绪唤起的也许不是某段具体的故事，而是一种情绪的轮廓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令人动容的感怀。音乐因此成为了时间的见证，也成为人与记忆之间最深沉的连接。